既然求救耶和华的，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救伊的人，敬畏伊的，伊要诚因心所爱的，也要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听人祈祷的主啊，既然有血气的，拢要来上群你。但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那么做一撒开来祈祷。爸上帝，我拢捌犯了错误，来离开主你的道路，亲像马路一样一样。我检查的过分了，相信家己的计谋，我放纵家己的情欲，干犯了上帝的法度。应该做我无去做，唔应该做我反倒去做。我的性情软弱，我无力来行好。哦主啊，恳求你怜悯我这个可怜的罪人，但真多的求主你来赦免，痛苦的求主你来接纳，因为这是主你纪念上帝以纪念最后所基督对世间人的应允。那美国总统的大选，是否已经是结束了？总是。因为还阁有一寡变数，司法已经介入去调查，因投票、计票弊端百出，我需要真相。阿爸爸上帝，我求你来掌权，求你公义的手来介入，选出合上帝心意的总统来治理美国。阮真正是无愿意看到美国200多年来这个民主制度，互人来吞踏。阮爱的是公平，阮爱的是这个真相。但今仔日阮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要来敬拜阿罗你，恳求主你的怜悯，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做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名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兄弟，会当成做天父上帝要赐福的一个管道。但随风美国本土的肺炎病毒的疫情，也阁是非常的严重。进入冬天以来，可能爆发第2摆病毒疫情的高峰。恳求主你继续保守阮大家的身躯健康。互阮专心来倚靠主你的保护，叫做来做好国人的这个防疫责任。但现在恳求主你来先来清洁罗卜的水，圣神也来监察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蒙恩的一个主日，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
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0章28到31节。28节，毋免惊遐会害死身躯，却袂害死灵魂的。等到着惊上帝，伊有能力，甲灵魂甲身躯迄落去地狱。两只赤鸟啊，兼毋是会当卖一角银。若毋是恁的天父有温准，连一只拢袂跋落涂骹。天父连恁的头毛嘛拢有算过，所以毋免惊，恁比即几只的赤鸟啊，搁较贵重。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11节，耶和华讲：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想使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的，要互恁尾境有盼望。迄时，恁要求叫我，要去祈祷我，我要听恁。恁要找我来拄着，因为恁要专心找我。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个预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即条边来学了，恁着学了摇花。恁着爱学了耶和华，听伊的圣殿学了伊。恁着爱学了耶和华，伫个宫中学了伊。爱因着伊的花莲学了伊，爱因着伊的荣耀学了伊，爱因着伊的慈爱学了伊。伊若有摕一支刀来着了伊。咱着爱学了耶和华，来打过伤害阿罗伊。咱着爱学了耶和华，用大声欢乐学了伊。咱要用歌声弹琴学了伊，咱要用歌歌跳舞学了伊，咱要用诗献乐器学了伊，其有迄器拢爱学了伊。伊若有迄支拢爱学了伊，伊若有迄支拢爱学了伊。恁着爱学了耶和华，听伊的圣殿学了伊。恁着爱学了耶和华，伫个宫中学了伊。花莲学了伊，爱因着伊的荣耀学了伊，爱因着伊的慈爱学了伊。伊若有摕一支刀来着了伊。咱着爱学了耶和华，来打过伤害阿罗伊。咱着爱学了耶和华，用大声欢乐学了伊。咱要用歌声弹琴学了伊，咱要用歌歌跳舞学了伊，咱要用诗献乐器学了伊，其有迄器拢爱学了伊。伊若有迄器拢爱学了伊，伊若有迄器拢爱学了伊。恁着爱学了耶和华，听伊的圣殿学了伊。
就爱学罗也无法，伊强中学罗伊，按着伊的花莲学罗，按着伊的应要学罗伊，按着伊的慈爱学罗，伊若有天气中来着罗伊。咱就爱学罗也学法，咱拍开上怀后罗伊。咱就爱学罗也学法，连歌声欢乐学罗伊。咱要用歌声歌琴学罗伊，咱要用歌歌跳舞学罗伊，咱要用诗篇乐器学罗伊，有兴趣拢爱学罗伊。伊若有兴趣拢爱学罗伊，伊若有兴趣拢爱学罗伊。就爱学罗也学法，你的声音学罗伊。伊就爱学罗也学法，伊强中学罗伊。按着伊的花莲学罗，按着伊的应要学罗伊，按着伊的慈爱学罗，伊若有天气中来着罗伊。咱就爱学罗也学法，咱拍开上怀后罗伊。咱就爱学罗也学法，连歌声欢乐学罗伊。咱要用歌声歌琴学罗伊，咱要用歌歌跳舞学罗伊，咱要用诗篇乐器学罗伊，有兴趣拢爱学罗伊。伊若有兴趣拢爱学罗伊，伊若有兴趣拢爱学罗伊。亲爱的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这个2020年的世界，咱面临着比过去以往的这个时阵，更较严峻的这个局面，因为这个肺炎病毒，将这个全人类共同的这个对敌，已经威胁到咱的这个日常生活，搁再加上这个种族的这个歧视，特别是针对这个黑人甲亚洲族群的偏见，所带来的这个暴乱，真严重来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安定。最近美国媒体所报道的这个新闻，更较互人真着惊。对北加州的野火，一直到教会何时才会当恢复实体的这个聚会？到美国总统大选了后，一直投票的种种的不公不义，所引发的这个诉讼的案件。互整个美国的社会动乱不安，这拢是互咱的心肝结鬼球。所以诗人讲，咱经过日子拢伫你受气的下面，咱度尽的年岁，亲像吐一个气。耶和华求你，我要听候到第4年，求你倒转，为着你的奴仆来后悔。求你互阮会当早早把得你的这个慈爱，通互阮一生一世欢呼快乐。今日最大的这个新闻，就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开幕到今仔日已经经过几啊天啊，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未出炉。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平浪静，总是这个暴风雨要来这个紧张。一再出现伫这个网络顶悬，提醒咱大家都要避免好势2礼拜这个食面，就拢叫咱毋通出门较好，因为大家拢真惊。伫人心肝惊惶、尿出来的时阵，想去水啊所，
基督的话，伊讲，迄个杀身躯袂当杀灵魂的，毋免惊伊。独独只有会当将身躯甲灵魂拢消灭伫地狱内底，真正就爱惊伊。伫即个命令后面，最后所解说吼，讲为什么免惊呢？伊讲两只赤鸟啊，敢毋是卖一份银仔嘛？若是恁的爸无准，一只嘛袂跋落地面上顶悬，就是恁的头毛也拢被算过，所以毋免惊遐。你比遐个赤鸟啊，搁较贵重。最后说，甲咱讲，伊掌管一切，伊会看顾咱每一个人，因伊看咱做宝贝。最后说，听咱毋通惊，爱咱毋通惊，会夺走咱生命即个病毒瘟疫。咱所着惊的，就是会通将身躯甲灵魂拢消灭伫地狱内底，迄个才常惊。创造主清楚甲咱讲，按照命定，人人拢有一死，死后而且有即个审判。最后所搁再来的时阵，伊会实行即个真严格的审判，是按照绝对的公义来决定灵魂的即个去处，永生还是永死。人着爱敬畏、惊遐即位审判的主，因为无人会当挖过家己的行为来达到即个公义的要求。即个初代教会有真侪人伫即个竞技场顶，互即个狮仔甲伊拆哩。有一个基督徒互火来烧死，就是因无法度来杀死因的即个灵魂。只有一位会当将身躯甲灵魂拢烧入地狱内底，这个是关系到永生还是永死，这才是需要通惊的。这个就是上帝伊家己。最后所用到两个譬如，讲两只赤鸟啊，敢毋是卖一份银仔嘛？若是恁的爸无稳准，一只嘛袂夹落伫即个地面上。伫即个其他的福音书中，最后所有讲呢，讲5只赤鸟啊，敢毋是卖2个银仔嘛？2只赤鸟是卖1份银仔，2份银仔应该是4只啊，怎会才变到5只呢？真简单的道理，第5只是正常的，即便是正常的，伊原伫天边上帝会看顾下面。佮亲像咱的头毛，每一摆咱伫洗头毛的时阵，拢会落淡薄仔即个头毛。即个咱拢无真底的头毛，天边捌拢有算过呢。何况我即个人呢？圣经一摆搁再一摆伫甲咱讲，毋通惊死亡，就是咱不幸落入伫即个对立的手中，虽说若无有上帝稳准，咱连一支头毛也袂夹落去。最后说，无毋望学生惊吓，所以甲伊讲，毋通惊遐个逼迫恁的人，毋通惊遐个杀身躯袂当杀灵魂的。最后说，无希望因惊吓、惊这还是惊迄，却毋望因着爱惊吓即个地狱。最后所提醒咱，迄个杀身躯袂当杀灵魂的，你毋免惊因。独独只有将身躯甲灵魂拢消灭伫地狱内底，正是恁着爱惊伊的。最后所就彻底呼吁咱大家，着爱闪避将来即个受气。所以最后所用即个故事来描写即个地狱，伊讲到即个黄河怨妇吼，靠即个婚宴、东路以及灾间的即个比喻。伊提这将来是有审判的。任何熟读圣经的人，拢会当得到一个结论：死后会是永远的生命，这是咱最大的报赏，是咱所盼望的。总是死后永远的毁灭，是非常的可怕的这个审判，是咱无惜的一切代价要来闪避的。那么，既然第一个是真正的，咱就要去帮助别人，好好来面对这个死亡。
只有基督徒所宣扬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才会当将咱对着受的这个惊中来讨放出来。惊是人之常情，每一个人拢惊吓面对的这个日子。主要说嘛，真清楚表明，跟对伊的人伫世间没有苦难。咱就主要说，伊无讲白贼，伊嘛无欺骗咱。所以当咱决志要跟对耶稣的时阵，咱该备办好咱的心来为主来受苦。咱必须要清楚，咱毋是因为罪、因为犯罪来受苦的，咱是因为主要所的缘故来受苦的，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来受逼迫的。身躯的死并无可怕，因为身躯的死并毋是永远的。这个灵魂的死，才是灵魂被消灭伫这个地界内面，甲上帝永远的隔离，才会当互人惊吓的。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度改变的这个永恒。恁知伫夏威夷群岛有6座这个活的火山，伫2年前，火山沁出大量的这个岩浆，还佫往空中来喷发出真烧的这个岩石。所以夏威夷的这个观光局的手册内面就介绍一寡夏威夷这个活火山。迄个手册伫甲咱讲，火山的可怕，伫手册内面有甲咱警告讲，毋通靠近遐个活火山，因为遐个火山随时会爆发，会沁出这个岩浆来。这个时阵，你敢会埋怨夏威夷这个观光局是你恐吓人嘛？啊，是你会听清楚伊的警告？便来感谢因的这个细致的心，甲疼心嘛。啊，是你的铁器当家做，牛王甲无要插这个观光局的这个警告，为着要翕相，你爬过这个警戒线，结果呢，不幸你滚落去这个火山口，互烧烫个岩浆烧死伫内底。请问，这到底是你家己的错误，还是夏威夷观光局的错误呢？咱台湾就讲一句吼，讲无做3好加1好啦，或做4好啦。所以面对死亡的这个态度，主要说，伫遮所讲的顺序是面对会当杀死身躯的，毋免惊。什么是会当杀死身躯的？就是破病、战争、灾难、魔鬼撒旦的攻击等等。对遮个主要所讲，毋免惊，却毋是甲咱讲袂发生。灾难一定发生伫每一个人的心上，所以对惊杀身躯到毋惊，这是第一回合的。面对这个肺炎病毒，就有真侪人真勇敢，因毋惊呢。因讲吼，阮照常啉食佚佗嘛，明仔载来死就死吧。啊，伫这 Houston 有一间真大间的这个教会，因为疫情关8个月。哇！大家拢已经关甲挡袂牢啊！所以最近伊要恢复这个实体的聚会，有4000多人3钱上网要去定位，但我真毋茫因拢会当平平安安。嘛有3000多人的这个球迷伫这个体育场外面伫喊话，要求要进场来观看这个比赛。嘛有人去买到俗仔这个机票，是要去世界各角落来这里旅游。所以，伫这个灭命的灾难的时，的目标毋是伫人全面的毋惊，乃是着进入更较全面的这个惊吓。什么更较全面的这个高全面的惊呢？这个高全面的惊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伊的审判，敬畏伊的至权权柄。咱常常。无应该有惊的这个惊，有个人惊破病，有个人惊钱无够用，有个人惊暗时，有个人惊八卦，有个人惊歹人，惊这惊迄，我讲吼，敢若毋惊上帝啊！若是遇到这个甲生死有关的代志，大先放弃拢是上帝呢。当你追找上帝的帮赞，总是列伫最后一项。咱拢是先倚靠家己，先倚靠朋友，
生活靠科学，生活靠你的理性。当你无路通行的时，才来到上帝面前。安尼简单讲几句的你祈祷，就要马上得到这个效果。他天父上帝掌权的，毋单单是太身躯的最终权柄，搁较是对死后落伫这个地狱内底的审判。所以咱的态度毋是毋惊，乃是正着爱惊迄个天父上帝。所以咱对上帝的应当惊，这毋是最后所教示的结论呢。最后所互咱用着应当惊来做起点，证明遐个毋应当惊的代志以后，搁较着挖靠上帝的信息，甲上帝的慈爱，互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对应当惊的来进入这个毋免惊的这个生命中，因为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咱明白上帝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毋是降灾祸的意念。伊管顾七鸟啊，伊管顾伊的囝儿查某囝，伊管顾所有这个受造物。所以面对这个肺炎病毒，咱基督徒的共识是面对这个灭命之灾，咱拢会经历到4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就是惊，第二个阶段是毋惊，第三个阶段是应当惊的，第四个就是毋通惊呀。这个4个阶段。那么咱对这个惊灭亡生命的惊吓中，毋单单是进入这个毋惊的层面，咱搁爱着进入迄个惊迄个会当将身躯甲灵魂拢消灭伫地狱内底迄个上帝。所以基督伫遮咱来宣告敬畏上帝这个概念。总是呢，若是停留伫这个惊的中间，绝对毋是主的心意甲目的嘞。咱要对蒙上帝眷顾的恩典中，体会出上帝对咱的疼，即是毋免惊吓的真实的生活内面。所以最后说，甲学生讲，因出去外面传福音，真就是羊进入这个豺狼的族群内底，一定会受到这个逼迫的。最后说甲学生讲，毋免惊，这个逼迫因的人，这个人上最是会当伤害恁的这个身躯尔定，却是袂当杀死恁的灵魂。就要敬畏上帝。所以逼迫、患难、困境，检测会互咱甲亲人来分离，却袂当互咱甲上帝来分开的，也袂当互咱无搁再疼上帝，搁较袂当来阻止上帝对咱的疼。1432年，有一场可怕的瘟疫，伫这个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来爆发。迄个时阵无这个抗生素，所以百姓只有逃离这座城市。哇！所以结果是将这个传染病带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有淡薄这个志愿者就留守伫城内来帮助病人。其中有一位真出名的主教，名做安德烈·迪亚斯。安德烈·迪亚斯，当伊看到这个疫情恶化，就尽力要求民众一摆搁再一摆来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伊爱民众将耶稣的圣名写伫这个卡片的顶悬，日时将这个卡片放伫你的衫落地内底，暝时将这个卡片放伫你的枕头下面，佮将主耶稣的名写伫这个门槛的顶悬，伫咱的喙内、咱的心内不断的呼求。所以每一个人拢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结果无偌久，破病的民众开始就得到康复。面临死亡的这个重病人，所以当对面床顶爬起来，所以整个葡萄牙就脱离这个瘟疫的这个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魔术，也不是迷信，乃是当人伫祈祷中迫切祈求主耶稣的怜悯，甲医治大关联的时阵，因的心态
变做无共款，甲上帝关系也得到改善，眼中的世界拢也变甲完全无相像。所以对流行病、流行病、病学以及医学角度来看，祈祷确实有真大的困难。祈祷会安定人的心，无搁再惊吓，无搁再四过来求帮助，互这个传染病就限制伫这个疫区内底，袂去乌被扩散。所以祈祷嘛，增加人的这个信心，就提高人的这个免疫系统、这个抵抗力，所以真紧就得到医治。耶稣啊，这个名字是传达上帝的恩典。所以当咱抱着信靠、敬畏的心，讲出这个耶稣啊，这个名的时阵，这个就是最简单、最有力的这个祈祷了。所以现在，互咱抱着对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这个信心，奉伊的圣尊名逼出来的祈祷，你将会看到眼前所看这个世界，甲你人生、家己的人生，拢无搁再共款咯。也会通对上帝来得到医治，会通对上帝来得到安慰，会通对上帝来得到帮助，会通对上帝来得到拯救。阿们。这来吟回应的诗歌，专心听恁的主。那路苦悲当当的人，耶稣讲恁着来照顾我，毋免惊，毋免惊，照顾我，我要互恁得安休。那路苦悲当当的人，耶稣讲恁着来照顾我，毋免惊，毋免惊，照顾我，我要互恁得安休。伊是主，专心听你，伊永远无要放下你。伊是主，真心听恁，伊要互恁得安休。今仔路苦悲当担的人，耶稣讲恁着来照顾我，毋免惊，毋免惊，照顾我，我要互恁得安休。今仔路苦悲当担的人，耶稣讲恁着来照顾我，毋免惊，毋免惊，照顾我，我要互恁得安休。伊是主，专心听恁，伊永远无放下恁。伊是主，真心听恁，伊要互恁得安休。伊是主，专心听恁，伊永远无放下恁。伊是主，真心听恁，伊要互恁得安休，伊要互恁得安休，伊要互恁得安休。那路苦悲当担的人，耶稣讲恁着来照顾我，毋免惊，毋免惊，照顾我，我要互恁得安休。那路苦悲当担的人，耶稣讲恁着来
安休。伊若落苦陪当大个人，耶稣讲恁着来上分我，毋免惊，毋免惊上分我，我要互恁得安休。伊若落苦陪当大个人，耶稣讲恁着来上分我，毋免惊，毋免惊上分我，我要互恁得安休。伊是主全心听恁，伊永远无放下恁。伊是主真心听恁，伊要互恁得安休。伊是主全心听恁，伊永远无放下恁。伊是主真心听恁，伊要互恁得安休。伊要互恁得安休，伊要互恁得安休。伊若落苦陪当大个人，耶稣讲恁着来就分我，免惊，免惊就分我，我要互恁得安休。伊若落苦陪当大个人，耶稣讲恁着来就分我，免惊，免惊就分我，我要互恁得安休。伊是主全心听恁，伊永远无要放下恁。伊是主真心听恁，伊要互恁得安休。伊若落苦陪当大个人，耶稣讲恁着来上分我，毋免惊，毋免惊就分我，我要互恁得安休。伊若落苦陪当大个人，耶稣讲恁着来上分我，毋免惊，毋免惊就分我，我要互恁得安休。伊是主全心听恁，伊永远无放下恁。伊是主真心听恁，伊要互恁得安休。伊是主全心听恁，伊永远无放下恁。伊是主真心听恁，伊要互恁得安休，伊要互恁得安休，伊要互恁得安休。唱这条三角的祈祷，慈悲跳来的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今日阮对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到31节，以及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到11节，我来思想
爱行迄个应当行的，而咱常常无应该行的行，行破病，行咱的银行存款无够，行撒旦，行这也行迄，就是咱拢毋惊上帝。若去顾着甲生死有关的代志，上早放弃的就是上帝。对做上帝的帮助是列伫最后的一项，咱往往都会先挖苦家己，先挖苦咱的朋友，先挖苦科学，先挖苦着理性。当人若无路通行的时阵，才会去受到上帝面前。安尼简单几句的祈祷，就会想要赶紧来看到这个效果。我爸被上帝所掌管的，唔单单是太身躯的最终的这个权柄，更加是对死后落伫地界的这个审判。所以咱的态度唔是唔惊，但是真正爱来惊上帝，就是对上帝的应当惊，并不是主要所基督的假释的结论。主要说，互咱用应当惊来做起点，这名遐个无应当惊的代志了后，佫较会当挖靠上帝这个信心，甲上帝之爱，互咱会通佫较明白上帝的心意，对应当惊的来进入这毋免惊遐的世人中。总是咱若是停留伫这惊的中间，绝对毋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甲目的。若要对上帝眷顾的恩典中体会出上帝对咱的疼心，这就毋免惊遐真实的生活内面，就是因为人会受逼迫，遭遇到患难困境，兼且会当互咱甲亲人来拆分离，却袂当互咱甲上帝来分开，也袂当互咱甲上帝咱无搁再疼上帝，搁较是袂当阻止咱上帝对咱的疼。哦，亲爱阿爸父上帝，阮现在阮要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台湾来祈祷，佮为着天父上帝祝福美国这回总统的大选，会当选出合上帝心意的总统来，互美国台湾拢会当平平安安来过生活。但阮同心的祈祷，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免。头一条，牧师也要来甲恁祝祷吼。我祈祷上帝慈爱甲怜悯，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今日网络的礼拜，伫这咱过一段路，咱望后日，搁一摆伫空中来三甲见面。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大家平安顺利，阿免，再会。